因为那破又那个地方在送礼物啊。哦，跟他破先框框里面是一个女字呢，那个音呢。哎，好久不见呢。系啊，你卡好啊？有啊，我都得啊。就是见啊，那就是音呢。那叫什么？哦，哎，他送礼物啊？他送什么？摸彩哟，摸奖哟。哦，跟他破很有创意哦。太子爷公蓝色，应该有跟他破。太子爷公天大票。等一下再去买。